Amy，你今日帶我嚟睇咩盤啊？今日咧，我哋嚟到何文田站上蓋嘅新樓盤啊，帶你睇下啦。呢一個咧就係如一啊。咁呢度咧，我哋係一個3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有997尺，咁一個好大嘅客廳啦，同埋咧可以望到呢個維港煙花景啊。我哋參觀下先。今日嚟到何文田呢個3房單位，大概實用面積咧大概1000尺左右。佢本身喺何文田嘅地鐵站嘅上蓋，發展商咧係華懋集團。由於佢係全新樓啦，所以走廊呢個位置咧都相當之靚嘅。由門口入嚟咧，呢一個位置就可以放到一個餐台呢個位置啦。咁另外咧，廚房嘅位置就喺呢一度。咁另外呢度有個走廊可以去到睡房啦。咁我突然間再睇下。咁另外咧，呢一邊咧就係可以做到一個梳化位置啦。咁電視機就可以放喺呢邊啦。咁坐咗喺呢一邊嘅位置咧，就係可以望到海景嘅。海景就係呢邊位置啦。咁直望咧就係會展嗰個方向嚟嘅。咁我哋首先參觀一下第一間細房先。第一間細房咧，大約係6尺乘8尺左右嘅位置啦。咁入到嚟咧，其實佢主要嘅景觀咧，都係望翻去紅磡嘅方向，同埋維港煙花景呢個方向嘅。咁佢個空間咧，其實個高度咧，大約都係同出面都係一樣嘅啫。咁只係有個陣位嘅時候咧，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下個裝修嘅時候，整一啲櫃嘅時候，啲師傅度位就要度翻好啲啦。好，我哋參觀下第二間房間先，喺呢個位置。兩邊嘅房間大細咧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嘅，但係佢主要嘅分別咧，就係呢邊咧就多咗個 L 型嘅窗位嘅。呢邊細房咧，望出去個景觀咧就係咁噶啦，咁就可以望遠啲嘅，因為佢多咗個位。咁去到走廊嘅盡頭之前咧，其實呢邊咧仲有一個客廁嘅。客廁咧，佢係一個企缸型嘅設計啦。咁都係一個名廁嚟嘅，咁廁所就喺呢個位置啦。咁另外洗手盆就喺呢個位置。咁另外咧鏡都裝好晒㗎啦。咁上面咧就仲有一個浴室寶嚟嘅。主人房嘅設計咧，其實個窗咧個景觀係最靚嘅，佢係一個 L 位嘅設計，其實佢可以望晒一個好大嘅範圍嘅。咁入到嚟嘅空間咧，其實佢已經預備好晒俾大家去設定嘅，咁呢邊就可能而家個床頭位置啦，望嘅方向咧，其實係直望出去嘅時候咧，就係咁嘅一個景觀。床頭咧就擺喺呢度，咁直望出去就係呢邊煙花景嗰邊嚟㗎，海景。主人房望個景觀咧就係咁樣㗎，望出面個景觀其實個範圍都可以望到好遠嘅。主人房咧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小小嘅露台嘅位置，可以出去睇煙花。出到去露台呢個位置咧，其實車聲都係有嘅現場，唔知大家聽唔聽到啦。咁但係咧出到嚟望景嘅時候咧，其實都開揚嘅。如果係睇煙花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會望到嘅。雖然都會有啲樓喺度遮住咗，但係都會望到一個煙花嘅位置。咁另外主人房咧都會有一個套廁，套廁呢個位置咧就係洗手盆啦，呢邊就係個廁所位置。咁另外咧就會有個浴缸嘅設計，咁佢都係乾濕分離嘅。咁另外呢邊咧，如果想沐浴淋浴嘅話咧，都係呢個位置噶啦。咁另外咧呢度咧都其實係一個明廁嚟嘅，佢就有窗嘅。我哋睇埋廚房先。入到去廚房呢度呢，咁其實右手邊呢就係個爐台嘅位置啦。咁全部都係用啲名牌子㗎啦。咁上面呢就有啲櫥櫃啦。咁另外呢，焗爐啊呢啲位置同埋呢一個位置都喺度啦。洗手盆就喺呢個位置。咁另外呢，裡面就有一個工人姐姐房嘅。咁入到去呢，其實個空間都 OK 嘅喎。其實姐姐房呢個位置可以擺到一張床啦，咁個樓底咧都係比較偏高，咁佢都可以擺一啲佢自己嘅私人物品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只有一個獨立嘅廁所，咁就唔使同大家爭廁所用啦。如果你都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快啲聯絡我哋睇樓啦！